加多利山豪宅血案，蔡天鳳慘遭碎屍背後，一場由善意養大的罪惡。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樁案件，相信好多朋友就算過咗一段時間，諗起都仲會心寒。香港名媛蔡天鳳被前夫一家謀殺碎屍案，呢件事當年震驚全港，甚至引起國際關注。不單止因為手法殘忍，更因為兇手同受害者之間嘅關係，同埋案件背後人性嘅扭曲。今日我哋就一步步還原呢件慘案，睇下呢場由善意埋下伏線嘅悲劇到底點樣發生。首先認識核心人物，受害者蔡天鳳 Abby， 1995年出世，得28歲就慘遭橫禍。屋企環境好，父母內地經商，嫁咗譚仔米線創辦人之子 Chris， 活躍時尚圈，去過巴黎時裝周，同時尚圈名人有來往，仲上過法國時尚雜誌 L'Officiel 封面。人生本應好璀璨。涉案兇徒係佢前家人前夫鄺港智、前公公鄺球、前婆婆李瑞香、前夫哥哥鄺港傑，仲有協助潛逃嘅鄺球情婦吳某、遊艇職員林信、鄺港智女友潘巧賢。最令人咋舌嘅係前公公鄺球曾經係香港警隊督察，識晒警方查案流程，點知用呢啲知識策劃謀殺，真係諗都諗唔到。案件導火線係間幾千萬豪宅。蔡天鳳18歲同鄺港智結婚，生咗一對仔女，離婚後仍照顧鄺家。2019年7月，佢出7280萬港元喺加多利山買樓俾鄺家住，為慳15%印花稅，將樓掛喺鄺球名下，約好買樓錢全歸自己。2022年底，蔡天鳳想買樓，當時值6800萬，鄺球即刻緊張，以為樓係自己嘅，仲揚言買樓唔安置我哋就殺咗你。當時蔡天鳳以為嚇一嚇佢，點知成咗兇兆。鄺球聯同兩個仔密密策劃謀殺，根本唔係一時衝動，事先踩點摸清蔡天鳳接女路線，特登租大埔龍尾村屋做行刑地，屋入面淨係張梳化，冇床。案發前2個鐘仲去買電鋸、削肉機、雨衣等工具，專門用嚟肢解毀屍。2023年2月21日中午，蔡天鳳去大埔科進路學校接女兒，2點15分最後露面後失蹤，監控拍住佢轉入偏巷。鄺港傑駕駛嘅白色豐田麵包車貼深黑幕，突然衝出，2個男人3秒內將佢拖上車，過程唔夠10秒，佢部手機跌落地爆屏，從此斷聯。當日傍晚，蔡媽媽5姐聯絡唔到女兒，即刻報警話懷疑同前夫一家有關。西九龍重案組介入，翻查監控，鎖定鄺家車輛，追到龍尾村間村屋。2月24日，警方入屋搜查，一推門就有刺鼻惡臭，屋企牆同窗掛帆布擋視線隔聲。雪櫃入面揾到蔡天鳳腰以下雙腿殘肢、大腿削肉燃骨，屋裏仲有電鋸、染血雨衣，地上梳化有碎肉。廚房2個鍋，仲有混人體組織嘅湯，殘忍到令人發指。2月26日先喺屋入面揾翻佢頭顱，又耳後油，6.5乘5.5厘米洞，估計硬物撞擊致命。同日飛虎隊水鬼隊去附近儲水池搜索，始終有部分殘骸未找回，相信被處理咗。網上懸紅200萬緝兇，但警方好快鎖定咗人物。2月24晚喺九龍城捉鄺球、李瑞香、鄺港傑、鄺港智帶50萬現金、400萬名表匿尖沙咀吳某單位，想搭遊艇逃澳門。2月25中午東碼頭被捕，現場搜出電鋸、染血衣物。之後2月26捉吳某，3月2捉收咗幾十萬準備幫逃嘅遊艇職員林信。3月中鄺港智女友內地被捕遣返，所有涉案人落網。2月27日4人提堂，鄺港智、鄺球、鄺港傑被控謀殺，李瑞香被控妨礙司法，冇私人律師，案件押後不准保釋。林信同潘巧賢後來被控串謀妨礙司法。
仲曝光鄺港智早有案底，多年前偷金鏈，2015年棄保潛逃7年，2024年6月因7項舊罪判監42個月，法官話佢處心積慮。轉案2025年判決，鄺港智主犯判終身監禁，鄺球25年，鄺港傑28年。李瑞香一門鄺港智行蹤，用語言藝術誤導警方，判21年。林信同潘巧賢各判6個月。香港大律師話，呢宗係近年社會影響最惡劣嘅兇殺案之一，兇徒有預謀集體作案，判罰絕對罪有應得。案件最心痛嘅，除咗蔡天鳳慘死，仲有佢4個小朋友同前夫2個，同現任 Chris 2個。法庭判前夫嘅仔女由蔡媽媽五姐照顧 ，Chris 嘅龜 Chris， 外界轉爭遺產。五姐澄清遺產按香港法律處理，只求司法還公道。蔡天鳳喪禮用佛教儀式，粉紅色主吊，遺體送寶蓮禪寺火化，骨灰安放寺內。五姐發祭電影片話保存女兒生前嘅嘢，只求偶爾感受佢存在，字字心酸。Chris 亦澄清洗黑錢傳言，話未走出創傷，因精神治療放棄申請慈善機構。同記者講忘唔到愛妻，會好好做人，可見打擊有幾大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同我一樣有問號。蔡天鳳對前夫一家咁好，離婚後照顧，買樓俾佢哋住，仲請前夫哥哥做司機，咁樣嘅善意點解換嚟咁殘酷嘅報復？前公公做過警察，明知殺人毀屍後果，點解仲帶仔走上絕路？係貪念蒙蔽雙眼，定係人性本來有咁黑暗嘅一面？好多人話蔡天鳳太仁慈，甚至愚笨，明知鄺家對財產虎視眈眈，仲將樓掛鄺球名下，仲留佢哋喺身邊。但換個角度諗，佢嘅仁慈只係因為顧念舊情同小朋友，點會諗到人心會惡到呢個地步？呢件事亦都提醒我哋，善良要有底線，同情要有分寸。唔好將自己嘅善意變成養大惡魔嘅飼料。仲有個值得深思嘅地方，呢班兇徒裏面有曾經維護法治嘅前警察，有受害者嘅前家人，本應係最應該保護佢嘅人，最後卻成為結束佢生命嘅人。呢個世界上最可怕嘅唔係陌生人嘅惡意，而係身邊人背後捅你一刀。最難防嘅唔係明刀明槍，而係偽裝喺溫情底下嘅貪念。蔡天鳳嘅生命永遠定格喺28歲，本來仲有好長人生，4個小朋友要照顧，好多時尚夢想未完成。而鄺家一家亦都因為貪念毀咗2個家庭，從此要喺監獄度過大半世。呢場由豪宅引發嘅悲劇，到頭來冇人係贏家，只係留下無盡痛苦同遺憾。大家對呢件事有咩睇法？你覺得蔡天鳳嘅善意同信任到底錯咗喺邊？面對曾經親近但貪念爆棚嘅人，我哋應該點樣保護自己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討論。喜歡我嘅頻道嘅朋友，請訂閱頻道、按讚、留言及分享，多謝支持。